第55回，玄德智击孙夫人，孔明二气周公瑾。却说玄德见孙夫人房中两边枪刀森列，势必皆佩剑，不觉失色。管家婆进曰：贵人修得京剧，夫人自幼好观武士，居常令势必击剑为乐，故而如此。玄德曰：非夫人所观之事，无甚心寒，可命战去。管家婆禀复孙夫人曰：房中摆列兵器，交客不安，今可去之。孙夫人笑曰：厮杀半生，尚惧兵器乎？命尽撤去，令势必解剑服侍。当夜玄德与孙夫人成亲，两情欢洽。玄德又将金帛散给势必，以买其心，先叫孙乾回荆州报喜。自此连日饮酒，国泰十分爱敬。却说孙权差人来柴桑郡报周瑜说：我母亲立主即将吾妹嫁刘备，不想弄假成真，此事还复如何？瑜闻大惊，行坐不安，乃思一计，修秘书复来人迟回见孙权。权差书示之，书略曰：瑜所谋之事，不想反复如此，既已弄假成真，又当就此用计。刘备以枭雄之资，有关张赵云之将，更兼诸葛用谋，必非久屈人下者。余亦莫如软困之于吴中，甚为助公事，以丧其心志。多颂美色完好，以娱其耳目。只分开关张之情，隔远诸葛之气，各置一方，然后以兵击之，大事可定矣。今若纵之，恐蛟龙的云雨终非池中物也。愿明公熟思之。孙权看毕，以书示张昭。昭曰：公瑾之谋，正合于意。刘备起身为末，奔走天下，未尝享受富贵。今若以华堂大夏子女金帛令彼享用，自然疏远孔明、关张等，使彼各生愿望，然后荆州可图也。主公可依公瑾之计，火速行之。权大喜，即日修整东府，广栽花木，盛设器用，请玄德与妹居住。又增女乐数十余人，并金玉锦起完好之物。国太知道孙权好意，喜不自胜。玄德果然被声色所迷，全不想回荆州。却说赵云与500军在东府前住，终日无事，只去城外射箭走马。看年中，云蒙省孔明吩咐3个锦囊与我，教我一到南徐开第1个，住到年中开第2个，临到为及无路之时开第3个。于内有神出鬼没之计，可保主公回家。此时遂以江中，主公贪恋女色，并不见面，何不拆开第2个锦囊，看计而行？遂拆开视之，原来如此神策。即日进到府堂，要见玄德。势必报曰：赵子龙有紧急事来报贵人。玄德唤入问之，云阳作诗经之状曰：主公身居华堂，不享荆州耶？玄德曰：有甚事如此惊怪？云曰：今早孔明使人来报，说曹操要报赤壁鏖兵之恨，起精兵50万，杀到荆州，甚是危急，请主公便回。玄德曰：必须与夫人商议。云曰：若和夫人商议，必不肯放主公回。不如休说，今晚便好启程。实则误事。玄德曰：你且暂退，我自有道理。云故意催逼数番而出。玄德入见孙夫人，暗暗垂泪。孙夫人曰：夫君何故烦恼？玄德曰：念被一身飘荡异乡，生不能侍奉二亲，又不能祭祀宗祖，乃大逆不孝也。今岁旦在耳，使被异样不已。孙夫人曰：你休瞒我，我已听之了也。方才赵子龙报说荆州为急，你欲还乡，故推此意。玄德跪而告曰：夫人既知，备安敢相瞒？备欲不去，使荆州有失，被天下人耻笑。欲去又舍不得夫人，因此烦恼。夫人曰：妾已是君，任君所知，妾当相随。玄德曰：夫人之心，虽则如此，征奈国太与吴侯安肯容夫人去？夫人若可怜刘备，暂时辞别。言毕，泪如雨下。
孙夫人劝曰：夫君休得烦恼，妾当苦告母亲，必放妾与君同去。玄德曰：纵然国太肯时，吴侯必然阻挡。孙夫人沉吟良久，乃曰：妾与君正旦拜贺时，推称江边祭祖，不告而去，若何？玄德又跪而谢曰：若如此，生死难忘，切勿漏谢。两个商议已定。玄德密唤赵云，吩咐正旦日，你先引军士出城，于官道等候。吾推祭祖，与夫人同走。云领诺。建安15年春正月元旦，吴侯大会文武于堂上。玄德与孙夫人入拜国泰。孙夫人曰：夫主想父母宗祖坟墓，俱在涿郡，昼夜伤感不已。今日欲往江边，望北遥祭，须告母亲得知。国泰曰：此孝道也，其有不从？汝虽不是舅姑，可同汝夫前去祭拜，亦见为父之礼。孙夫人同玄德拜谢而出。此时只瞒着孙权。夫人乘车，只带随身一应系。玄德上马，引数骑跟随出城，与赵云相会。500军士前遮后拥，离了南徐胆城而行。当日孙权大醉，左右进士伏入后堂，文武皆散。比集众观探的玄德夫妇逃遁之时，天色已晚。要报孙权，权醉不醒，即至睡觉，已是5更。次日，孙权闻之走了玄德，即唤文武商议。张昭曰：今日走了此人，早晚必生祸乱，可急追之。孙权令陈武、潘璋选500精兵，无分昼夜，务要赶上拿回。而将领命去了。孙权生恨玄德将岸上玉砚摔为粉碎。程普曰：主公空有冲天之怒，某料陈武、潘璋必擒此人不得。权曰：焉敢违我令？普曰：郡主自幼好观武士，言义刚正，诸将皆惧。既然肯顺刘备，必同心而去。所追之将，若见郡主，岂肯下手？权大怒，撤所佩之剑，唤蒋钦、周泰听令，曰：汝2人将这口剑去取吴妹并刘备头来。违令者立斩。蒋钦、周泰领命，随后引3000军赶来。却说玄德加鞭纵辔，攒城而行，当夜于路站歇2个更次，慌忙起行。看来到柴桑界首，望见后面尘头大起，人报追兵至矣。玄德慌问赵云曰：追兵既至，如之奈何？赵云曰：主公先行，某愿当后。转过前面山脚，一彪军马拦住去路。当先2员大将厉声高叫曰：刘备早早下马受俘。吴凤州都督将令守候多时。原来周瑜恐玄德走脱，先使徐盛、丁奉引3000军马于冲要之处扎营等候，时常令人登高遥望，料得玄德若投汉路，必经此道而过。当日徐盛、丁奉瞭望的玄德一行人道，各绰兵器截住去路。玄德惊慌了，回马问赵云曰：前大有拦截之兵，后有追赶之兵，前后无路，如之奈何？云曰：主公休慌，军师有3条计，多在锦囊之中，已差两了2个，并皆应验。今上有第3个在此，吩咐遇为难之时，方可拆看。今日可及，当拆观之。便将锦囊拆开，献与玄德。玄德看了，即来军前泣告孙夫人曰：备有心腹之言，至此尽当食宿。夫人曰：夫君有何言语，实对我说。玄德曰：昔日吴侯与周瑜同谋，将夫人招赘刘备，实非为夫人计，乃欲忧求刘备而夺荆州耳。夺了荆州，必将杀备，是以夫人为相饵而钓备也。备不惧万死而来，盖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，必能怜备。昨闻吴侯将欲加害，故托荆州有难，以图归计。幸得夫人不弃，同至于此。今吴侯又令人在后追赶，周瑜又使人于前截住，非夫人莫解此祸。如夫人不允，备请死于车前，以报夫人之德。夫人怒曰：吾兄既不以我为亲骨肉，我有何面目众相见乎？
今日之为，我当自解。于是斥从人推车直出，卷起车帘，轻喝徐盛、丁奉曰：“你二人欲造反耶？”徐、丁二将慌忙下马，弃了兵器，声诺于车前曰：“安敢造反？为凤州都督将令，屯兵在此专候刘备。”孙夫人大怒曰：“周瑜逆贼！我东吴不曾亏负你。玄德乃大汉皇叔，是我丈夫。我已对母亲、哥哥说之回荆州去。今你两个山脚去处，引着军马拦道路，意欲劫我夫妻财物耶？”徐盛、丁奉诺诺连声，口称不敢。请夫人息怒，这不干我等之事，乃是周都督的将令。孙夫人斥曰：“你只怕周瑜，独不怕我。周瑜杀得你，我岂杀不得周瑜？”把周瑜大骂一场，喝令推车前进。徐盛、丁奉自私，我等是下人，安敢与夫人为傲？又见赵云十分怒气，只得把兵喝住，放条大路叫过去。下才行不得5-6里，背后陈武、潘璋赶到。徐盛、丁奉被言其事，陈、潘二将曰：“你放他过去差了，我二人奉吴侯旨意，特来追捉他回去。”于是四将合兵一处，攒城赶来。玄德正行间，忽听得背后喊听大起。玄德又告孙夫人曰：“后面追兵又到，如之奈何？”夫人曰：“夫君先行，我与子龙当后。”玄德先引300军望江岸去了。子龙勒马于车傍，将士卒摆开，专候来将。四员将见了孙夫人，只得下马拱手而立。夫人曰：“陈武、潘璋来此何干？”二将答曰：“奉主公之命，请夫人。”玄德回。夫人正色斥曰：“都是你这活匹夫，离间我兄妹不睦。我已嫁他人，今日归去，须不是与人私奔。我奉母亲此旨，令我夫妇回荆州，便是我哥哥来，也须依礼而行。你二人倚仗兵威，欲待杀害我耶？”骂得四人面面相觑，各自寻思。他10000年也是兄妹，更兼国太做主。吴侯乃大孝之人，怎敢违逆母言？明日翻过脸来，只是我等不是，不如做个人情。军中又不见玄德，但见赵云怒目睁眉，只待厮杀。因此四将诺诺连声而退。孙夫人令推车便行。徐盛曰：“我四人同去见周都督，告禀此事。”四人犹豫未定，忽见一军如旋风而来。视之，乃蒋钦、周泰。二将问曰：“你等曾见刘备否？”四人曰：“早晨过去，已半日矣。”蒋钦曰：“何不拿下？”四人各言孙夫人发话之事。蒋钦曰：“便是吴侯怕到如此，封一口剑在此，叫先杀他妹，后斩刘备。违者立斩。”四将曰：“去之已远，怎生奈何？”蒋钦曰：“他终是歇步军，急行不上。徐、丁二将军可飞报都督，叫水陆照快船追赶。我四人在岸上追赶，无问水旱之路，赶上杀了，休听他言语。”于是徐盛、丁奉飞报周瑜，蒋钦、周泰、陈武、潘璋四个领兵将赶来。却说玄的一行人马离柴桑较远，来到刘郎浦，新材稍宽。沿着江岸巡渡，一望江水弥漫，并无船只。玄德俯首沉吟。赵云曰：“主公在虎口中逃出，今已尽本界，无料军师必有调度，何用忧疑？”玄德听罢，蓦然想起在东吴繁华之事，不觉凄然泪下。后人有诗叹曰：“吴蜀成婚此水城，明珠不丈乌黄金。谁知一女倾天下，欲一刘郎顶至心。”玄德令赵云望前哨探船霜，忽报后面尘土冲天而起。玄德登高望之，但见军马盖地而来，叹曰：“连日奔走，人困马乏，追兵又到，死无地矣。”看看喊声渐近，正慌急间，忽见江岸边一字儿抛着拖篷船20余只。赵云曰：“天幸有船在此，绕过对岸，再做驱除。”
玄德与孙夫人便奔上船，子龙引500军亦都上船。只见船舱中一人观金道服，大笑而出，曰：主公且喜。诸葛亮在此等候多时，船中伴做客人的皆是荆州水车。玄德大喜，不多时，四将赶到。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：吾己算定多时矣。汝等回去传示周郎，教休在时每人记手段。岸上乱箭射来，船已开得远了。蒋钦四将只好待看。玄德与孔明正行间，忽然江声大震，回头视之，只见战船无数。帅字旗下周瑜自领惯战水军，左有黄盖，右有韩当，势如飞马，急似流星。看看赶上，孔明叫召船头北岸，弃了船尽皆上岸而走，车马登城。周瑜赶到江边，一皆上岸追袭。大小水军尽是步行，只有为首官军骑马。周瑜当先，黄盖、韩当、徐盛、丁奉紧随。周瑜曰：此处是哪里？军士答曰：前面是黄州界首。望见玄德军马不远，于令并力追袭。正赶之间，一声鼓响，山谷内一队刀手涌出，为首一员大将，乃关云长也。周瑜举止失措，即拨马便走。云长赶来，周瑜纵马逃命。正奔走间，左边黄忠，右边魏延，两军杀出，吴兵大败。周瑜急下的船时，岸上军士齐声大叫曰：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者兵。瑜怒曰：可再登岸决一死战。黄盖、韩当立阻。瑜自思曰：无计不成，有何面目去见吴侯？大叫一声，金疮迸裂，倒于船上。众将急救，却早不省人事。正是两番弄巧翻成拙，此日寒琛却待休。未知周郎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56回，曹操大宴铜雀台，孔明三气周公瑾。却说周瑜被诸葛亮预先埋伏关公，黄忠、魏延三支军马一击大败。黄盖、韩当急救下船，折却水军无数。遥观玄德、孙夫人车马仆纵，都停住于山顶之上，于如何不弃？见窗未遇，因怒气冲击，窗口迸裂，昏厥于地。众将救醒，开船逃去。孔明叫休追赶，自和玄德归荆州庆喜，赏赐众将。周瑜自回柴桑，蒋钦等一行人马自归南徐报孙权。权不生愤怒，欲拜程普为都督，起兵取荆州。周瑜又上书，请兴兵血恨。张昭谏曰：不可。曹操日夜私报赤壁之恨，因孔孙、刘同心，故未敢兴兵。今主公若以一时之愤，自相吞并，操必乘虚来攻，国事为矣。顾雍曰：许都岂无细作在此？若知孙、刘不睦，操必使人勾结刘备。备据东吴，必投曹操。若此，则江南何日得安？为今之计，莫若使人赴许都，表刘备为荆州牧。曹操知之，则惧而不敢加兵于东南。且使刘备不恨于主公，然后使心腹用反间之计，令曹刘相攻，吾乘隙而图之，斯为得耳。权曰：袁探之言甚善，但谁可为使？雍曰：此间有一人，乃曹操敬慕者，可以为使。权问何人？雍曰：华歆在此，何不遣之？权大喜，即遣机表赴许都。新领命启程，进到许都求见曹操。文操会群臣于邺郡，庆赏铜雀台，新乃赴邺郡侯见。操自赤壁败后，常思报仇，只疑孙刘并立，因此不敢亲近。时建安15年春，造铜雀台城。操乃大会文武于邺郡，设宴庆贺。其台正临漳河。中央乃铜雀台，左边一座名玉龙台，右边一座名金凤台，各高10丈。上横2桥相通，千门万户，金碧交辉。是日，曹操头戴嵌宝金冠，身穿绿锦罗袍，玉带珠履，凭高而坐。文武侍立台下。
操欲观武官比试弓箭，乃使进士将西川红锦战袍一领挂于垂杨之上，下设一箭垛，以100步为界，分武官为2队。曹氏宗族俱穿红，其余将士俱穿绿，各带雕弓良箭，跨鞍勒马，听候指挥。操传令曰：有能射中箭垛红心者，即以锦袍赐之。如射不中，罚水1两。号令方下，红袍队中一个少年将军奏马而出，众视之，乃曹休也。休飞马往来，奔驰3次，扣上箭，拽满弓，一箭射去，正中红心。金鼓齐鸣，众皆喝迷。曹操于台上望见，大喜，曰：此无家千里驹也。方欲使人取锦袍与曹休，只见袍队中一骑飞出，叫曰：丞相锦袍，何让俺外姓先取，宗族中不宜参阅。操是其人，乃文聘也。众官曰：且看文仲业射法。文聘拈弓纵马一箭，一中红心。众皆喝彩，金鼓乱鸣。聘大呼曰：快取袍来！只见红袍队中又一将飞马而出，厉声曰：文烈先射，汝何得争夺？看我与你2个解箭！一满弓，一箭射去，也中红心。众人齐声喝彩。是其人，乃曹洪也。洪方欲取袍，只见绿袍队里又一将出，佯攻叫曰：你3人射法，何足为奇？看我射来！众视之，乃张合也。合飞马翻身，被射一箭，也中红心。4支箭齐齐地攒在红心里。众人俱道：好射法。合曰：锦袍须该是我的。言未毕，红袍队中一将飞马而出，大叫足称意。看我夺射红心！众视之，乃夏侯渊也。渊奏马至界口，扭回身一箭射去，正在4箭当中。金鼓齐鸣，渊勒马按弓，大叫曰：此箭可夺得锦袍吗？只见绿袍队里一将应声而出，大叫：且留下袍与我徐晃。渊曰：汝更有何射法，可夺我袍？晃曰：汝射红心，不足为意。看吾单取锦袍。拈弓搭箭，遥望柳条射去，恰好射断柳条，颈坠地。徐晃飞取锦袍，披于身上，奏马至台前，声诺曰：谢丞相袍。曹操与众官无不称羡。晃才勒马要回，猛然台边跃出一个绿袍将军，大呼曰：你将锦袍哪里去？早早留下于我。众视之，乃许褚也。晃曰：袍已在此，汝何敢强夺？褚更不回答，竟飞马来夺袍。两马相近，徐晃便把弓打许褚。褚一手按住弓，把徐晃脱离鞍轿。晃急弃不了弓，翻身下马，褚亦下马，2个揪住厮打。操即使人解开，骂领锦袍几是扯得粉碎。操令2人都上台。徐晃睁眉怒目，许褚切齿咬牙，各有相斗之意。操叫曰：孤特是公等之勇耳。岂惜一锦袍哉？便叫诸将尽都上台，各赐蜀锦1匹。诸将个个称谢。操命各一位次而坐。乐声竞奏，水陆并陈。文官武将轮次把斩，献酬交错。操故谓众文官曰：武将既以骑射为乐，足显威勇矣。公等皆饱学之士，登此高台，可不尽加彰以济一时之盛事乎？众官皆躬身而言曰：愿从君命。时有王朗、钟繇、王粲、陈琳一般文官进献诗章，诗中多有称颂曹操功德为为，何当受命之意？曹操遂一览毕，笑曰：诸公佳作，过誉甚矣。孤本于陋，时举孝廉。后值天下大乱，驻京设于桥东50里，欲春夏读书，秋冬涉猎，以待天下清平，方出仕耳。不意朝廷征孤为典军校尉，遂更其意，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。徒死后的题目道曰：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，平生愿足矣。念自讨董卓剿黄巾以来，除袁术，破吕布，灭袁绍，定刘表，遂平天下。
身为宰相，人臣之贵矣，又复何忘哉？如国家无辜一人，正不知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或见孤权重，妄相忖度，疑孤有异心，此大谬也。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治，此言耿耿在心。但欲孤委捐兵众，归就所封武平侯之职，实不可耳。诚恐一解兵柄，为人所害。孤败则国家轻微，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。诸公必无知孤义者。众皆起拜曰：虽伊尹、周公，不及丞相矣。后人有诗曰：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。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未有谁知。曹操连饮杯，不觉沉醉，唤左右傍过笔砚，意欲作铜雀台诗。刚才下笔，忽报东吴使华歆表秦刘备为荆州牧，孙权以妹嫁刘备，汉上9郡大半已属备矣。操闻之，手脚慌乱，投笔于地。程昱曰：丞相在万军之中，史实交攻之际，未尝动心。今闻刘备得了荆州，何故如此失惊？操曰：刘备人中之龙也，生平未尝得水。今的荆州，是困龙入大海矣。故安得不动心哉？程昱曰：丞相知华歆来意否？操曰：未知。昱曰：孙权本忌刘备，欲以兵攻之。但恐丞相乘虚而击，故今华歆为使，表见刘备，以安备之心，以塞丞相之望耳。操点头曰：是也。昱曰：某有一计，使孙刘自相吞并，丞相乘奸图之，一鼓而二敌俱破。操大喜，遂问其计。程昱曰：东吴所以者，周瑜也。丞相今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，程普为江夏太守，留华歆在周瑜既领南郡，欲私报仇，遂上书吴侯，启命鲁肃去讨还荆州。孙权乃命肃曰：汝袭保荆州与刘备，今被千言不还，等待何时？肃曰：文书上明白写着，得了西川便还。权斥曰：只说取西川，至今又不动兵，不等老了人。肃曰：某愿往言之。遂乘投荆州而来。却说玄德与孔明在荆州广聚粮草，调练军马，远近之事多归之。忽报鲁肃到，玄德问孔明曰：子敬此来何意？孔明曰：左者孙权表主公为荆州牧，此事据曹操之计。操封周瑜为南郡太守，此欲令我两家自相吞并，他好于中取势也。今鲁肃此来，又是周瑜既受太守之职，要来索荆州之意。玄德曰：何以答之？孔明曰：若肃提起荆州之事，主公便放声大哭。哭到悲切之处，亮自出来解劝。计会已定，接鲁肃入府，礼毕，叙坐。肃曰：今日皇叔做了东吴女婿，便是鲁肃主人，如何敢做？玄德笑曰：子敬与我旧交，何必太谦？肃乃就坐。茶罢，肃曰：今奉吴侯君命，专为荆州一事而来。皇叔已借住多时，未蒙见还。今既两家结亲，当看亲情面上，早早交付。玄德闻言，颜面大哭。肃惊曰：皇叔何故如此？玄德哭声不绝。孔明从屏后出曰：亮听之久矣。子敬知吾主人哭的缘故吗？肃曰：某实不知。孔明曰：有何难见？当初我主人借荆州时，许下取得西川便还。仔细想来，益州刘璋是我主人之地，一般都是汉朝骨肉。若要兴兵去取他城池时，恐被外人唾骂。若要不取，还了荆州，何处安身？若不还时，于尊就面上又不好看，事出两难，因此泪出痛肠。孔明说罢，触动玄德中肠，真个捶胸顿足，放声大哭。鲁肃劝曰：皇叔且休烦恼，与孔明从长计议。孔明曰：有烦子敬，回见吴侯，勿习一言之劳，将此烦恼情节，肯告吴侯，再容几时？肃曰：倘吴侯不从，如之奈何？
孔明曰：吴侯既以亲妹聘嫁黄叔，安得不从乎？望子敬善言回复。鲁肃是个宽仁长者，见玄德如此哀痛，只得应允。玄德孔明拜谢，宴毕，送鲁肃下船。进到柴桑，见了周瑜，具言其事。周瑜顿足曰：子敬右中诸葛亮之计也。当初刘备依刘表时，常有吞并之意，何况西川刘璋乎？自此推调，未免累及老兄矣。吾有一计，使诸葛亮不能出吴算中。子敬便当一行。肃曰：愿闻妙策。瑜曰：子敬不必去见吴侯，再去荆州对刘备说，孙刘两家既结为亲，便是一家。若刘氏不忍去取西川，我东吴起兵去取。取得西川时，以作价资，却把荆州交还东吴。肃曰：西川条地，取之非易。都督此计，莫非不可。瑜笑曰：子敬真长者也。你道我真各去取西川与他，我只以此为名，实欲去取荆州，且叫他不做准备。东吴军马收川路过荆州，就问他所要钱粮，刘备必然出城闹军。那时乘势杀之，夺取荆州，雪吴之恨，解足下之祸。鲁肃大喜，便再往荆州来。玄德与孔明商议。孔明曰：鲁肃必不曾见吴侯，只道柴桑和周瑜商量了甚计策来诱我耳。但说的话，主公只看我点头，便满口应承。计会已定，鲁肃入见，礼毕，曰：吴侯甚是称赞黄叔胜的，遂与诸将商议，起兵替黄叔收川。取了西川，却换荆州，以西川权当价资。但军马经过，却忘应些钱粮。孔明听了，忙点头曰：难得吴侯好心。玄德拱手称谢曰：此皆子敬善言之力。孔明曰：如雄师到日，即当远接缟劳。鲁肃暗喜，宴罢子回。玄德问孔明曰：此事何意？孔明大笑曰：周瑜死日近矣，这等计策，小儿也瞒不过。玄德又问如何？孔明曰：此乃架图灭国之计也。虚名收川，实取荆州，等主公出城闹军，乘势拿下，杀入城来，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也。玄德曰：如之奈何？孔明曰：主公宽心，只顾准备倭弓以擒猛虎，安排香饵以钓鳌鱼。等周瑜到来，他便不死，也9分无气。便唤赵云听计，如此如此，其余我自有摆布。玄德大喜。后人有诗叹曰：周瑜决策取荆州，诸葛先知第一筹。指望长江香饵稳，不知暗里钓鱼钩。却说鲁肃回见周瑜，说玄德、孔明欢喜不已，准备出城闹军。周瑜大笑曰：原来今番也中了无计。便叫鲁肃禀报吴侯，并遣程普引兵接应。周瑜此时见疮已见平愈，身躯无事，使甘宁为先锋，自与徐盛、丁奉为第二，凌统、吕蒙为后队。水陆大兵500万，望荆州而来。周瑜在船中，时复欢笑，以为孔明中计。前军至下口，周瑜问：荆州有人在前面接否？人报刘皇叔使糜竺来见都督。瑜唤至，问闹军如何？糜竺曰：主公皆准备安排下了。瑜曰：皇叔何在？竺曰：在荆州城门相等，与都督把盏。瑜曰：今为汝家之事，出兵远征，闹军之礼，休得轻易。糜竺领了言语先回，战船秘密排在江上，依次而进。看看至公安，并无一双军船，又无一人远接。周瑜催船速行，离荆州10余里，只见江面上静荡荡的。哨探的回报，荆州城上插2面白旗，并不见一人之影。于心疑，叫把船傍岸，亲自上岸，乘马带了甘宁、徐盛、丁奉一班军官，引亲随金军3000人，进望荆州来。既至城下，并不见动静。于勒驻马，令军士叫门。
丞上问是谁人？吴君答曰：是东吴州都督亲自此。言未毕，忽一声梆子响，丞上一齐都竖起枪刀。离楼上赵云出曰：都督此行，端地为何？余曰：吾替汝主取西川，汝岂犹未知耶？云曰：孔明军师已知都督驾图灭国之计，故留赵云在此。吾主公有言，孤与刘璋皆汉室宗亲，安忍被一而取西川？若汝东吴端地取蜀，吾当披发入山，不失信于天下也。周瑜闻之，勒马便回。只见一人打着令字旗，于马前报说：探得4路军马一齐杀到，关某从江陵杀来，张飞从秭归杀来，黄忠从公安杀来，魏延从夷陵小路杀来，4路正不知多少军马。喊声远近震动100余里，皆言要捉周瑜。于马上大叫一声，剑枪复列，地于马下。正是移着旗高难对敌，几番算定总成空。不知周瑜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解。第57回，柴桑口卧龙吊丧，耒阳县凤雏李氏。却说周瑜怒气填胸，追于马下，左右急救归船。军事传说，玄德孔明在前山顶上饮酒取乐。于大怒，咬牙切齿曰：你刀我取不得西川，无事取之。正恨间，人报吴侯遣弟孙瑜到。周瑜接入，具言其事。孙瑜曰：吾奉兄命来助都督，遂令催军前行。行至巴丘，人报上流有刘封、关平2人领军截住水路。周瑜愈怒，忽又报孔明遣人送书至。周瑜拆封视之。书曰：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致书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，自柴桑一别，至今恋恋不忘。闻足下欲取西川，亮切以为不可。益州民强地险，刘璋虽暗弱，足以自守。今劳师远征，转运万里，却收全功，虽吴起不能定其归，孙武不能善其后也。曹操失利于赤壁，志起须臾忘报仇哉！今足下兴兵远征，倘操乘虚而至，江南久粉矣。亮不忍做事，特此告知，信垂召见。周瑜览毕，长叹一声，唤左右渠执笔作书上吴侯，乃聚众将曰：吾不欲尽忠报国，乃天命已决矣。汝等善事吴侯，共成大业。言讫，昏厥。徐又醒，仰天长叹曰：既生瑜，何生亮？连教数生而亡，寿30又6岁。后人有诗叹曰：赤壁宜雄烈，青年有俊生。弦歌之雅意，杯酒谢良朋。曾夜3000斛，长驱10万兵。巴丘中命楚，平调欲伤秦。周瑜停丧于巴丘。众将所遗书间，遣人飞报孙权。权闻周瑜死，放声大哭。差视其书，乃见鲁肃以自代也。书略曰：瑜以凡才，合蒙殊遇，委任复兴，统御兵马，敢不竭股肱之力，以图报效。奈死生不测，修短有命。余志未斩，为屈以允，遗恨何及？方今曹操在北，疆场未尽，刘备既遇，有4养虎，天下之事，尚未可知。此正朝是干时之秋，至尊垂虑之日也。鲁肃忠烈，临事不苟，可以待于之任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倘蒙垂鉴，于死不朽矣。孙权览毕，哭曰：公瑾有王佐之才，今乎短命而死，孤何赖哉？既遗书特荐子敬，孤敢不从之。既日便命鲁肃为都督，总统兵马，一面教发周瑜灵柩回葬。却说孔明在荆州夜观天文，见将星坠地，乃笑曰：周瑜死矣。知晓白于玄德。玄德使人探之，果然死了。玄德问孔明曰：周瑜既死，还当如何？孔明曰：待于领兵者，必鲁肃也。亮观天象，将星聚于东方。亮当以吊丧为由，往江东走一遭，就寻贤士佐助主公。玄德曰：只恐吴中将士加害于先生。
孔明曰：余在之日，量犹不惧。今余已死，又何患乎？乃与赵云引500军据蓟里，下船赴巴丘吊丧。余路探听的孙权已令鲁肃为都督，周瑜灵柩已回柴桑。孔明进至柴桑，鲁肃以礼迎接。周瑜不将接欲杀孔明，因见赵云带剑相随，不敢下手。孔明校设祭物于陵前，亲自奠酒，跪于地下，读祭文曰：呜呼，公瑾不幸夭亡，修短故天，人岂不伤？我心实痛，泪久亦伤。君其有灵，降我征长。廖军幼学，以教伯服。仗义疏财，让舍以居。廖军若冠，万里蓬团。并建霸业，割据江南。廖军壮丽，远镇巴丘。谨生怀虑，讨逆无忧。廖军风度，加配小乔。汉臣之序，不愧当朝。廖军气概，见祖纳职。时不垂翅，终能奋翼。廖军鄱阳蒋干来说，挥洒自如，雅量高致。廖军宏才，文武筹略。火攻破敌，挽强为弱。想君当年，雄姿英发。忽君早逝，府地流血。忠义之心，英灵之气。命中3计，名垂百世。而君情切，愁肠千结。唯我肝胆，悲无断绝。昊天昏暗，三军怆然。主为哀泣，有为泪涟。亮也不才，盖计求谋。筑吴拒曹，抚汉安流。犄角之源，首尾相酬。若存若亡，何虑何忧？呜呼，公瑾，生死永别。虎首其真，明明灭灭。浑如有灵，以见我心。从此天下更无知音。呜呼，痛哉！夫为上想。孔明既毙，伏地大哭，泪如涌泉，哀痛不已。众将相谓曰：人尽道公瑾与孔明不睦，今观其祭奠之情，人皆虚言也。鲁肃见孔明如此悲切，亦为感伤，自思曰：孔明自恃多情，乃公瑾量窄，自取死耳。后人有诗叹曰：卧龙南阳睡未醒，又天烈要下书城。苍天既已生公瑾，尘世何须出孔明？鲁肃设宴款待孔明，宴罢，孔明辞回。方欲下船，只见江边一人道袍竹冠，遭左密右条素履，一手揪住孔明，大笑曰：汝气死周郎，却又来吊笑，名期东吴无人耶？孔明即是其人，乃凤雏先生庞统也。孔明亦大笑，两人携手登舟，各诉心事。孔明乃留书一封于统，主曰：无料孙仲谋必不能重用足下，稍有不如意，可来荆州共扶玄德。此人宽仁厚的，必不负公平生之所学。统允诺而别。孔明自回荆州。却说鲁肃送周瑜灵柩至芜湖，孙权接着哭祭于前，命厚葬于本乡。余有2男1女，长男荀，次男应。权接后续之。鲁肃曰：肃碌碌庸才，勿蒙公瑾重见，其实不称所职。愿举一人以助主公。此人上通天文，下晓地理，谋略不减于管乐，书机可并于孙吴。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，孔明一身服其志。见在江南，何不重用？权闻言大喜，便问此人姓名。肃曰：此人乃襄阳人，姓庞，名统，字士元，道号凤雏先生。权曰：孤亦闻其名久矣，今既来此，可即请来相见。于是鲁肃邀请庞统入见孙权，施礼毕。权见其人浓眉纤鼻，黑面短髯，形容古怪，心中不喜，乃问曰：公平生所学，以何为主？统曰：不必居职，随机应变。权曰：公之才学比公瑾何如？统笑曰：某之才学与公瑾大不相同。权平生最喜周瑜，见统亲之，心中愈不乐，乃谓统曰：公且退，待有用功之时，却来相请。统长叹一声而出。鲁肃曰：主公何不用庞士元？权曰：狂士也，用之何益？
素曰：赤壁鏖兵之时，此人曾献连环策，成第一功。主公想必知之。权曰：此时乃曹操自御丁传，未必此人之功也。吾事不用之。鲁肃出谓庞统曰：非素不见足下，奈吾侯不肯用功。公且耐心。统低头长叹不语。肃曰：公莫非无益于吴中乎？统不答。肃曰：公报匡济之才，何往不利？可时对肃言：将欲何往？统曰：吾欲投曹操去也。肃曰：此明珠暗投矣。可往荆州投刘皇叔，必然重用。统曰：统一时欲如此，前言细耳。肃曰：某当作书奉见。公府玄的必令孙刘两家无相攻击，同力破曹。统曰：此某平生之素志也。乃求素书，进往荆州来见玄德。此时孔明暗查四郡未回，门内传报江东名士庞统特来相投。玄德久闻统名，便叫请入相见。统见玄德长揖不拜，玄德见统貌陋，心中亦不悦，乃问统曰：足下远来不易。统不及取出鲁肃书并孔明投诚，但答曰：闻皇叔招贤纳士，特来相投。玄德曰：今楚稍定，苦无贤职。此去东南数百里，有一县名耒阳县，缺一县宰，屈公任之。如后有缺，却当重用。统思玄德待我何薄，欲以才学动之。见孔明不在，只得勉强相辞而去。统到耒阳县，不理政治，终日饮酒为乐。一应钱粮辞送，并不理会。有人报知玄德言庞统将耒阳县事尽废。玄德怒曰：庶如焉敢乱无法度？遂唤张飞吩咐引从人去荆南诸县巡视，如有不公不法者，就便就问。孔于是有不明处，可与孙乾同去。张飞领了言语，与孙乾同至耒阳县。军民官吏皆出郭迎接，独不见县令。飞问曰：县令何在？同僚复曰：庞县令自到任及今，将100余日，县中之事并不理问，每日饮酒，自旦及夜，只在醉乡。今日宿酒未醒，犹卧不起。张飞大怒，欲擒之。孙乾曰：庞士元乃高明之人，未可轻忽。且到县问之，如果于理不当，治罪未晚。飞乃入县，正厅上坐定，叫县令来见。统衣冠不整，服罪而出。飞怒曰：吾兄以汝为人，令作县宰，汝焉敢尽废县事？统笑曰：将军以吾废了县中何事？飞曰：汝到任100余日，终日在醉乡，安得不废政事？统曰：量100里小县，些许公事，何难决断？将军少坐，待我发落。随即唤公吏，将100余日所积公务都取来剖断，立皆纷然击报案卷，上听诉词。被告人等还跪阶下。统手中批判，口中发落，而内听词曲直分明，并无分毫差错，民皆叩首拜服。不到半日，将100余日之事尽断毕了，投笔于地，而对张飞曰：所废之事何在？曹操、孙权、吴氏之若掌上官文，量此小县，何足介意？飞大惊，下席谢曰：先生大才，小子失敬。吾当于兄长处极力举荐。统乃将出鲁肃荐书。飞曰：先生初见吾兄，何不将出？统曰：若便将出，似乎专借荐书来干谒矣。飞故谓孙乾曰：非公则失一大贤也。遂辞统回荆州，见玄德，据说庞统之才。玄德大惊曰：屈待大贤，吾之过也。飞将鲁肃荐书呈上。玄德差事之。书略曰：庞士元非100里之才，使处置中别驾之任，使当斩其祭足。如以貌取之，恐复所学，终为他人所用，实可惜也。玄德看毕，正在嗟叹，忽报孔明回。玄德接入，礼毕。孔明先问曰：庞军师近日无恙否？玄德曰：近至耒阳县，好久废事。
孔明笑曰：是原非百里之才，胸中之学，胜量10倍。亮曾有见书在世原处，曾答主公否？玄德曰：今日方得子进书，却未见先生之书。孔明曰：大贤若处小任，往往以酒糊涂，倦于世事。玄德曰：若非吾弟所言，显失大贤。随即令张飞往耒阳县请庞统到荆州，玄德下阶请罪。统方将出孔明所见之书。玄德看书中之意，言凤雏到日，宜极重用。玄德喜曰：习司马的操言，伏龙、凤雏2人的一可安天下。今吾2人皆得，汉室可兴矣。遂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，与孔明共赞方略，教练军事，听候征伐。早有人报道许昌，言刘备有诸葛亮、庞统为谋士，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连结东吴，早晚必兴兵北伐。曹操闻之，遂聚谋士商议南征。荀攸进曰：周瑜心死，可先取孙权，赐攻刘备。操曰：我若远征，恐马腾来袭许都。前在赤壁之时，军中有讹言，亦传西凉入寇之事，今不可不防也。荀攸曰：以余所见，吾若降诏加马腾为征南将军，实讨孙权，又入京师，先除此人，则南征无患矣。操大喜，即日遣人依诏至西凉召马腾。却说腾字寿成，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，父名肃，字子硕，桓帝时为天水栏杆县尉。后时官流落陇西，与羌人杂处，遂娶羌女生腾。腾身长8尺，体貌雄毅，秉性温良，人多敬之。灵帝未年，羌人多叛，腾招募民兵破之。初平中年，因讨贼有功，拜征西将军，与镇西将军韩遂为兄弟。当日奉诏，乃与长子马超商议曰：吾自与董承受衣带诏以来，与刘玄德约共讨贼，不幸董承已死，玄德屡败。我又辟处西凉，未能协助玄德。今闻玄德已得荆州，我正欲展昔日之志，而曹操反来召我，当是如何？马超曰：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亲，今若不往，彼必以逆命责我矣。当乘其来召，进往京师，于中取势，则昔日之志可展也。马腾兄子马岱谏曰：曹操心怀叵测，孰父若往，死遭其害。超曰：儿愿尽起西凉之兵，随父亲杀入许昌，为天下除害，有何不可？腾曰：汝自统羌兵保守西凉，只教次子马修、马铁并指马岱随我同往。曹操见有汝在西凉，又有韩遂相助，谅不敢加害于我也。超曰：父亲若往，切不可侵入京师，当随机应变，观其动静。腾曰：吾自有驱楚，不必多虑。于是马腾乃引西凉兵5000，先叫马修、马铁为前部，留马岱在后接应，以撒望许昌而来，离许昌20里屯驻军马。曹操听知马腾已到，唤门下侍郎黄奎吩咐曰：目今马腾南征，吾命汝为行军参谋，先至马腾寨中犒军，可对马腾说：西凉路远，运粮甚难，不能多带人马，我当更遣大兵协同前进。来日叫他入城面军，吾就应付粮草与之。回领命，来见马腾。腾置酒相待，回酒半酣而言曰：吾父黄琬死于李傕郭汜之难，常怀痛恨，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贼。腾曰：谁为欺君之贼？回曰：欺君者操贼也。公岂不知之而问我耶？腾恐是操使来相探，即止之曰：耳目较劲，休得乱言。回斥曰：公竟忘却衣带诏乎？腾见他说出心事，乃密以实情告之。回曰：操欲公入城面军，必非好意，公不可侵入，来日当勒兵城下。待曹操出城点军，就点军处斩之，大事既矣。二人商议已定，黄奎回家，恨气未息。其妻再三问之，奎不肯言。
不料其妾李春香与魁七弟苗泽私通，则豫的春香正无计可施。妾见黄魁愤恨，遂对则曰：“黄侍郎今日商议军情回，亦甚愤恨，不知为何？”则曰：“汝可以言挑之曰：人皆说刘皇孰人得曹操奸雄，何也？看他说甚言语。”是夜黄魁果到春香房中，妾以言挑之。魁承罪言曰：“汝乃妇人，上知邪正，何况我乎？吾所恨者，欲杀曹操也。”妾曰：“若欲杀之，如何下手？”魁曰：“吾已约定马将军，明日在城外点兵时杀之。”妾告于苗泽，则报之曹操。操便密唤曹洪、许褚吩咐如此如此，又唤夏侯渊、徐晃吩咐如此如此，个人领命去了。一面先将黄魁一家老小拿下。次日，马腾领着西凉兵马将次进城，只见前面一簇红旗，打着丞相旗号。马腾直到曹操自来点军，拍马向前。忽听得一声炮响，红旗开杵，弓弩齐发。一将当先，乃曹洪也。马腾即拨马回时，两下喊声又起。左边许褚杀来，右边夏侯渊杀来，后面又是徐晃领兵杀至，截断西凉军马，将马腾父子三人困在该心。马腾见不是头，奋力冲杀。马铁早被乱箭射死。马修随着马腾左冲右突，不能得出。二人身带重伤，坐下马又被箭射倒，父子二人俱被执。曹操叫将黄魁与马腾父子一起绑至。黄魁大叫无罪。操叫苗泽对证。马腾大骂曰：“庶如误我大事，我不能为国杀贼，是乃天也。”操命迁出。马腾骂不绝口，与其子马修及黄魁一同遇害。后人有诗赞马腾曰：“父子齐方列，忠贞者一门。捐生图国难，誓死达君恩。缴血盟言在，诛奸义状存。西凉推事纣，不愧伏波孙。”苗泽告操曰：“不愿加赏，只求李春香为妻。”操教曰：“你为了一妇人，害了你姐夫一家，留此不义之人何用？”便叫将苗泽、李春香与黄魁一家老小并斩于市。观者无不叹息。后人有诗叹曰：“苗泽因私害近臣，春香为得反伤身。奸雄不相容数，枉自图谋作小人。”曹操叫招安西凉兵马谕之曰：“马腾父子谋反，不干众人之事。”一面使人吩咐把住关隘，休叫走了马岱。且说马岱自引1000兵在后，早中许昌城外逃回军事，报知马岱。岱大惊，只得弃了兵马，扮作客商，连夜逃遁去了。曹操杀了马腾等，便决意南征。忽人报曰：“刘备调练军马，收拾器械，将欲取川。”操惊曰：“若刘备收川，则羽翼成矣，将何以图之？”言未毕，阶下一人进言曰：“某有一计，使刘备、孙权不能相怨。江南、西川皆归丞相。正是西川豪杰方遭戮，南国英雄又受殃。未知献计者是谁？且看下文分解。”第58